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如果你有听我们上一个单集的节目的话，在上一个单集节目当中，我们在编曲的单元聊到关于编曲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可以是MIDI 的用电脑做的，也可以当它有一个阶段其实是用很多 live 的乐器来操作编曲，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feel。那这个于是呢给了我一个有趣的联想，于是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挑了2首歌4个版本。好，那这2首歌4个版本呢都很有味道，而且很棒。那你就会发现，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编曲底下，还有不同人的演绎底下，它甚至于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首先呢，这一首歌这首歌上早是华语版的，是乐团的吼。我想给你听，你会记它的前奏是长成这样子哦。好，来咱听看看。好，前奏长这样哈，还蛮清新的，对不对？气氛不错嘛哈。好，那另外同样是这首歌哦，好，同样是这首歌前奏，另外一个版本长这样子。好，这就是这首歌的前奏。好，这是台语版的。那我们再回到了国语版的哈，我们来听听他这首歌的前奏，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你感觉一下哦，来。今夜的月光照在台中，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好，这首歌是苏打绿，苏打绿的版本啊，这原版呢也是苏打绿所演唱的啦，然后清风作词。这一首歌的歌名叫做《无眠》当它变成台语的时候呢，叫做无眠，叫做无眠啦吼。好，无眠无眠，真拄啊好对吧？吼，那我们来听听黄妃唱这一首歌的台语和编曲长这样。今仔日月亮若这呢光，照着阮规暝拢袂当睏，连头毛拢无休困。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希望你有同款的梦，咱两人坐阵转来彼一天，互相遗忘的情爱。好，在主歌上面你就可以听到蛮大的差异，对不对？先讲一下这个旋律啊，其实非常的偶像剧大家应该这个旋律，你其实万一你想学的话，你一听也很容易就记住。这个歌的旋律非常的日式，然后非常的容易，然后它的和弦也非常的简单，它基本上就是我们讲以前都会说这种叫芭乐歌啦。那在歌词上面呢，国语跟台语
差不多哦，就是清风，因为台语版的歌词也是清风所写的，那所以台语版清风以外还有林伟哲啦，但所以台语和国语的歌词内容差不多吼，拢是咧暗时困袂去，爱咧想一个人，然后就讲若准讲伊毋知有咧想我无，若准讲倒来啊吼，伊甲我两个人毋知想同款的代志无啊，然后我好想要编织一个画面，一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相处的感觉。OK， 来，那我们听一下副歌吼，我们先听一下清风的副歌，大家你可以先留意一下，他连这个 key。当然对大家来说那个 key 是高的，但是以清风的 key 来说，这并没有很高哈，就是唱起来是安尼愣愣啊唱的哈。我们从这个副歌开始听，你听一下这个感觉。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进却无法倒退，曾经相一起飞。伊就是安尼愣愣啊唱，然后他的音乐呢，也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 peace 哈，就是一首清新情歌的感觉，它没有太多的弦乐，什么都没有，弦乐都没有，就是它的 full band， 然后 keyboard、贝斯、吉他，然后鼓轻轻打，到 bridge 也一样。多少时间，多少眼泪，多少落空来等待，不管你是不是会回来。好 ，bridge 也是非常的 peace， 他把主要的线条都放在清风一个人的身上，让清风好好表现歌唱。唯一的变化只有在这里，最后一次副歌。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进却无法倒退，曾经相一起。好，这是个非常典型且标准的编曲方式，就是从头到尾都让那个清风来作为一个主秀吼。要不过这种的歌曲会当无限延伸，它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哈。比如讲，你也可以是一把吉他，好，你就算是一把吉他呢，也会很好听。那黄飞这里呢，他到了副歌以后，他第一段副歌就进了弦乐。在你的心肝内，是不是够我的存在？永远拢在等，有时阵嘛不甘愿，就讲要走。而且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演绎方式呢，比起清风来，他比较浓烈。它必然需要比较浓烈，为什么？因为伊的编曲一台钢琴，一旁大旁的弦乐，然后它有间奏，清风没有间奏，你听。又再一次，很明显的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因为这个间奏光是弦乐就非常非常的浓烈哈，所以黄飞唱起这首歌来，你就会觉得那个情绪是相对比清风浓很多很多的。那我说这种歌很好操作，就是说，因为它的旋律可以淡可以浓，它的空间就很大，它的 bridge 长这样。我不管偌济时间，偌济目屎，偌济失望来忍耐。我不管你当时会回来。其实我嘛不知影为怎样戆戆等待你，是我唯一的爱。在你的心肝内。
拢在等，有时阵嘛会不甘愿，想讲要走。好的，跟清风一样，他在最后一次的副歌呢，他也选择这个编曲也选择让音乐松下来。其实很多这一类的歌曲都会这么操作，A 段 B 段，然后来一个 C 段，然后再回到副歌 B 段。那要回到副歌 B 段的时候呢，通常它就会让音乐松下来，让大家缓一口气。好，大家休困一下，然后再开始吼。这一类的歌曲，你也可以一把吉他。哒哒哒哒哒哒滴嘟嘟嘟嘟哒哒，你也可以是轻轻的说，也可以是变成很重的音乐都可以吼。好，你看哦，同样的歌啊，台语版和华语版落差的真大，对不？歌词差不多，要唔过那以字面上来讲，台语的浓烈程度又够较济吼。过来吼。这是第一首歌，是这个清风加黄飞两个人，黄飞去唱清风的华语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刚你听下来，没有让你抓到什么台语字的咬合，台语字跟台语旋律的咬合上的什么大败笔所以这首歌重新演绎，算是非常的成功。当然，作词人是这个。清风一家己也行，我觉得这差异，这也是会缩小差异啦齁。OK， 那接下来呢，我要让你听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有非常多的版本，有国乐团的演奏版，也有交响乐团的版本，然后也有许多人的翻唱版本。那我要给你先听一下最原先的经典原版，我们就从前奏开始来哦。无人能超越，我们听下去咯。千江水，千江月，千里旁，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声，万里树，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遥行。什么款的杀气，什么款的角色，什么款的枭雄，逼阮策马对风尘。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落，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你。好的，这个不用介绍，你都知道这是追黄飞的版本。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你自己是音乐工作者，或者你有在玩团你一定会认同我说的，这条歌是少数非常毒的流行歌，非常毒。为什么？第一，它前面是慢版，而且是散版，然后呢后面变成快版，然后呢不只是如此，它的拍子很复杂，中间有3拍的，有几拍的，换来换去所以这首歌基本上是那个迷宫级等级的歌。所以如果玩团的有在玩团的年轻朋友，你正好在听我的节目的话，或者是你玩团你没有做过这首歌，我鼓励你你们团可以拿来练一下，练一下你就知道这算是练功夫的练团的好素材顺便练一下节奏，练一下音乐的结构。可是很可爱的是这样子这一首歌在玩团就是如果是我是一个表演者，我是一个乐队，会很毒。可是呢，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你在唱确实非常的简单，你会觉得你很快就把它记起来，很快就朗朗上口然后对你来讲不会啊，我知道它很高难度没有错，但是旋律我很容易就记起来，然后我很快就会唱。为什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的结构比较很接近人的大脑思考，也就是说它是用很吟唱的方式
把它唱出来，所以它并不是用数学，好像我们在写歌会有什么都是4/4拍呢，就数学。如果应该要数学的话，是千中山，千江水，千江月，千里旁，要这样，千江水，千江月，千里旁，千中山，千里江山我上水，这样就不能听了，对不对？可是他不会，他就是用念的啊，像念谣一样，像歌戏这样。千江水，千江月，千里旁，千里山，千里江山我上水。它就是一句一句一句。真久以前，你慢慢说，龙珠的传说已经浓烟在起。哦，就很像在说话。如果是用唱歌的呢，搞不好别人就会写是真久以前，龙珠的传说。已经浓烟在起啊，我还是会被它影响哈。简单说就是打成拍子以后，它就很尴尬。但这个用数学、用公式来算拍子，能不能还是算得出来？可以。可是这里太复杂，我不解释给大家听吼，要不然你会听不懂。OK， 我扯太远了，我要让你听听另一个版本。你看这个比较算拍子，有没有听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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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猜啊，可能是他们，因为这是 live 演唱会，耳机里面有节拍器的关系。好，你得干嘛按呢？插几开对吧？但是前奏的旋律结构无人能及，不能改变。你再听一次。3、4、1、2、3、4。好，我们看他怎么唱哦。清风。千江水，千江月，千里旁，千中山，千里江山我上水。万里的万里，有没有听到在算拍子？当当当当当，有没有听到钢琴在算拍子？什么款的杀气，什么款的假设，什么款的枵雄。天马对风天，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你。好，有没有听到钢琴一直在帮忙算拍子？好，所以呢，这个当算拍子的插几开啊，你看黄飞是不算拍子的。万里月，万里声，万里秋，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遥行。就是你就自由呼吸，有没有发现？好，这就是一个自由呼吸的过程。那这个我没有说清风就不好啦，我只是告诉你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很有趣。这个音乐可以是这样做的。那追堆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间奏，间奏很毒哈，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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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噔噔噔啊，1 2 3 4 1 2 1 2 3，它是这样算拍子的。来，先让你听一下黄飞这个版本的间奏。1 2 3 1 2 3 4 1 2 3。恢复正常。好，复杂的拍子又来咯。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4 1 2 3 4 2 3 2 3 2 3 2 3 3 4 1 2，好，有没有听到复杂的哈？然后再来就恢复正常这样。好，经由我这么一解释以后，你都听晕了，对不对？但是我不要给你们喊1 2 3 1 2 3 1 2 3的话，你唱起来是很顺的啦，因为你就是照一句一句像说话一样这样唱。这就是陈明章老师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的了不起之处。然后这里又慢下来。好，但其实拍子也是很难算哦。3 4 1 2 3 4 2 3 4 1 2。
OK， 但是我们来听一下清风的版本的间奏好不好？我跟你说，其实这首歌的间奏和前奏都很难被打破，所以到了清风，它的间奏一样要保留这个该有的旋律，因为这旋律太经典了这旋律呢是已故的一位吉他好手叫钟国燕，他同时也是一位电影的美术，赛德克巴莱的美术就是他做的他弹的，来听一下2、3、4，1、2、3，2、3、4，好，恢复正常。听下去基本上呢，这个间奏是完全照抄着这个陈明章老师这个帮黄飞制作的时候这个版本的间奏啦，因为他就跟你说他太经典了。那中间这个当然就是也段落也是长得差不多这样子。好，所以你就知道从这两首歌。追比较难创造出新的风味，比较难。那其实后来百合花有另外一个版本，但百合花那一个版本我没有介绍给你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另外又脱离了以后走另外一条比较分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路径。那个路径呢，如果要把它跟黄飞放起来一起比较呢，我觉得那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起来比所以我挑了这个清风的这一首无眠，然后黄飞翻唱以後的长相，还有挑了这个追，然后清风演唱以后的长相跟大家分享。好这一集节目短短的但是这样子的含金量应该还不错吧？我还教你算了追，好，算着我还会算着跑有点迷路这样子虽然我这首歌已经弹了可能搞不好700-800遍跑不掉我也算不清了，也不同人我都要帮他们弹追。好，但突然间离开直觉我也是会晕的这样子。好希望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那因为延续着上一集我们正好聊到 live 的编曲的部分，然后给我有一些联想，于是我介绍了这两首歌4个版本给大家。那我没有完整播完如果你想要听，你自己可以上网去找来听听看这样子。OK， 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呢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上面，你可以在上面跟我分享你的感觉，你也可以私讯给我任何的批评指教都欢迎你。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拜托帮我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同时也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那么如果你一定非得要在平台留言的话，其实在那个我的里面的描述栏里面呢，其实有留下 email 啦或者是你一定要留在平台上，愿意的话你想说话的话，因为太多平台了，请原谅我看不见无法一一去海巡，这请大家多多包涵，尽量的话就在 Apple Podcast 上面这样子好吗？好，那我们下一个单集再会咯，拜拜。